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用台语，我是爱用。因为遮侪人写批互我，也是老话问我迄个要安怎用手机还是电脑拍白话字，啊，我着请阮朋友这是阿坤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坤。伊就来到我即边，要甲阮教迄个要安装拍白话字的即个数字拍吼。阮今日有一台 Windows 的电脑，还佫有 Android 手机，还佫有 iOS 手机啊，还佫有 Apple 的电脑啊，所以啥物迄边叫 OS， 啥物作业系统啊，作业系统，嘿，毋管你有啥物作业系统，其实拢会当拍白话字，还是带落嘛会使，啊，迄个拍白话字也输出汉字拢会使。所以咱先来看迄个 Android 要安装吼。你先去迄个 Play 商店，Play 商店，吼，来敲找台语数字法。找台语啊，所以我爱拍台语就台语嘛。对。好，安尼吼。对。好。你看第一个就是拍台语数字法，就是咱今日要教的对。甲安装。等伊一下，倒好啊，甲开开。开起来。伊内底有写足清楚的吼，就是叫你教你安怎设定。第一步就是系统内底语言甲数字设定遐，甲拍台语数字法册做会使使用，所以你试即个，伊会使试个甲数字法开起来。好。所以你找着上下骹即个拍台语数字法。看着啊，所以是一个拍开，对。确定。对。好，过来。第二步是伫切换数字法的所在拣拍台语数字法，所以你即摆就来拣，所以你共阮试第二步，试拍台语数字法，嘛上下骹遮。好，过来第三步是去会使拍字的所在开始拍字。直接安尼就。对。所以我拍开迄个 Notepad 看觅。Notepad 我即摆咧拍字，也就是遮嘛有写吼。对。白话字安尼，所以我要拍啥？拍安尼拍台语。安尼袂歹咧，简单。若是迄个声调会符合，我要安怎拍？声调符合顶悬有1到8，即个声调会符合，所以你即摆其实即个数字法足有智慧的，所以你免拍声调，伊嘛会帮你倒找吼。你若要若我想要拍，譬如讲你好，你是第几条？所以你先拍你，过来的第二条就是2条，是安尼，你会走出来。安尼了解。若是要换迄个，因为可能有一寡人想要用迄个台落，敢咩？虽然我推荐用白话字就好，毋过教育部的迄个，就试一个教育部安尼。对。就变教育部。OK， 这嘛咱怪起来吼。若是想要转去迄边，就是迄个设定伫遮吼。下骹遐有设定，你就会使请我讲，你要拍白话字还是要拍台落，拢会使。所以这是白话字，这是教育部的台落，这英语嘛会使。对。遐简单。搁有迄个，因为可能有一寡人想要拍汉字，这敢会使拍汉字？会使啊，你共款拍，现在先拍一个字。拍一个字字好，字第7条吼。你看即摆看到就是白话字嘛。下骹遮有写 LMJ， 就是罗马字吼。你即摆甲试落了，伊就变做汉，安尼顶悬的汉字就变较大字，即个你即摆试落就走汉字出来啊。了解。所以若是写 LMJ 罗马字，就是迄个罗马字会输出。对。安尼，若是换迄个汉，就汉字会输出。对。共款拢是数字，袂是我咧拍字的时阵，我拢拍白话字共款。了解。OK， 安尼就方便吼。好，迄个 iOS 的手机我无用过啊，所以即摆互你用就好，我看觅。即摆共款你你先拍开迄个苹果商店，你会使敲找台语数字法。共款台语数字法。对。其实毋管是手机还是电脑，拢是做即个台语数字法都会使。对。好。共款第一个就是拍台语数字法，
你甲掠转来，甲拍开了，红哥的手机较麻烦哦，就是伊无法度直接即个画面，伊当会使甲你教讲你爱安怎设定哦，所以你爱照伊的3步安尼去。你反看就好啊。对，第一步就是讲去设定遐甲你的拍台语即个输入法来放入去你的第3行的起盘，所以共款去设定遮，一般，过来是起盘，哎呦，是毋对？设定一半起半。对，共款起盘，你去增加你的起盘，下骹就有拍台语。安尼就会使。对，过来第2步，我头拄有偷看哦。第2步你搁共款试入去了后，才有稳准完整使用，才甲拍开。安尼伊较会使输入啊。OK， 所以先爱加，过来稳准完整使用。好。好，安尼其实就设定好啊。咱即摆来拍字拍看觅。凊彩拍一下字，你看我即摆就有拍台语输入法。即摆已经换拍台语安尼啊。对。好，所以我即摆来拍看觅，拍台语。OK，共款就是爱换迄个罗马字、汉字，还是教育部白话字，拢有即个设定。拢有设定伫遮顶悬遮。伊一开始设定是用白话字，你若是甲关开，伊就改用教育部的罗马字。OK。所以白话字关起来就教育部。对。OK。好，你若是要拍汉字嘛会使吼，所以我先拍一个字。即摆是罗马字，所以下骹遮你有看一个罗，这就是罗马字。OK。我手下了变做汉，所以顶悬就变做汉字，汉字较大字。就是个汉字。头拄仔迄个 LMJ iOS 下了安尼。对。OK，共款意思。所以安尼我就拍汉字拍出来。好 ，OK。所以咱即摆要来看 Windows 要安装迄个输入法，我找 Google 共款吼。找台语输入法。台语输入法，好。第一个姓王的台语客语输入法就是即个。佫有客语哦。对。客语我袂晓讲。无要紧，你装落了后，你就会使开始学啊。好。所以我敢会当安装迄个 English version。汉字版好。有汉字版。汉字版34甲迄个64我会倒一个。即摆大部分拢是64，所以你掠64迄个。OK， 所以汉字版64。过来。开 Yes， 好，后一步安尼吼。接收，后一步，安装完成吼。好，最后点开啊。对，即摆电脑会点开。点开水转来吼。好，电脑点开好啊，即摆要换迄个输入法要安怎？即摆应该输入法倒好啊，所以你若是原本Ctrl Shift 就会使切换输入法。Ctrl Shift。你若感觉安尼一个切换伤慢，你会使直接去你的桌面下骹遐会使选你的输入法。就是迄个注音这边。对。就饲一个波。你甲选过。安尼就 FHL 就是迄个姓王的吼。对。FHL。好，了解所以即摆就会使拍白话字，敢是？对。好所以我拍白话字看觅。白话字以后饲一个迄个空格都有啦吼。所以我若爱拍迄个白话字，我就选1安尼。对。1。你若要有啦。安尼就有白话字。你若是要拍汉字，共款哦。你 Shift 试落。Shift 试落。试掉搁试1。安尼。就走汉字出来。汉字所以就简单换迄个汉字甲白话字安尼。对。好。你若是想要拍教育部的台落吼，你会使去正手边下骹遐会设定，试落了后，你会使选下骹遐有写罗马字，你要看你要倒一款吼。罗马字的款。罗马字的款。伊即摆一开始设定是白话字，所以你会使换做台落。台落。对。伊第2个是你会使拍，你用白
白话字输入的方式，啊，毋过出来字是呆了，对。哦，是安尼啊。对。哦，了解。啊，我换迄个呆了试看觅啊，所以呆了啊，就确定。对。安尼就白话字的呆了，敢若毋是迄个拼法吼，敢若是白话字安尼，敢是？有咧，白话字。哦，毋过迄字形怪怪。字形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哦，另外一个问题，迄毋是数字法问题，是 Microsoft Word 的问题吼。好 ，OK， 了解。安尼就换迄个，即个数字法毋是佫有客语？嘿，你若是要去客语吼，共款正手边下骹遐，设定，设定的边啊，倒手边，哦，遐会使换台语，哦，所以即摆是台语，啊，若是客家，啊，客家就客语吼。对。安尼，啊，客语你敢会晓讲？咱来拍一个客家。我拍客家人，安尼看觅客家人。敢若无咧？客家，客家。嘛有吼。好，了解。好，安尼就 Windows 安装好啊。啊，上尾一个就是来看迄个 Mac。好。好，即摆要教大家安怎伫苹果的电脑装台语输入法，啊，共款。敲出台语输入法。会讲苹果啊，毋是 Apple。Apple 的苹果。好，即摆共款第一个就是信望的台语客语输入法，咱即摆就要斗这。Mac 版。这共款的，共款输入法。对。Mac 版。有 Mac 版。咱斗上新的 3.2.2 即个版本。好，共款你也转来。苹果的人足好，伊甲这 zip。即个档案一开始就帮我解开啊，所以你就看到一个安装信望的输入法。这就爱试正手边，甲迄个菜单拍开，选即个拍开，共款选拍开，安尼你就开始安装啊，共款一直安尼就装好啊，足紧的。无像迄个 Windows 头拄仔要点开安尼，就麻烦吼。好，安尼。另个电脑敢较简单一撮吼。较适合我即种功能。敢有听过另个的电脑？无较安尼听的另个，嘛是会使听有就好。对。好，安尼斗好了后，即摆就要切换输入法咯。咱即摆拍字拍看觅。我共款顶悬遮即排，你会使看到即个信望的台语客语输入法，甲切过了后，咱就开始拍字，我会拍啥？拍白话字就好啊。即个苹果的设定甲头拄仔 Windows 的设定拄仔电脑边吼，伊一开始的设定是你拍出来就是汉字。所以这有设就是迄个。你试一个1，就是汉字。对。所以我试1，互大家看觅，你看即摆就走汉字出来。OK，若是想要拍迄个白话字，就爱 Shift 敢是安尼。对。好。共款我若是要拍白话字，我就 Shift 7个，爱试1，就走白话字出来。好，敢有迄个设定会当换直接输入迄个白话字较简单？会使共款顶悬即个菜单遮。你去选偏好设定。偏好设定。对。了解。遮共款你。所以爱迄个第2个就是199，迄个选罗马字安尼吼。对，你若是要甲头拄仔 Windows 共款你着甲即个头前遮199遮，本来是选汉字，你会使甲改做选罗马字，对。OK， 佫有迄个台落，拢共款吼。对，拢共款。你要换，你要拍台落、拍白话字拢会使。好，安尼 Android、iOS，苹果、Lingo，佫有迄个虫仔门，虫仔尔无门。虫仔的作业系统拢有看到，所以你若毋管你有啥物设备，拢会当拍白话字就对啊。阿坤。除了看我迄个影片以外，敢有啥物推荐的学白话字方式？我一开始咧学的时阵，就是一定做侪字袂晓拍，所以我容易去找迄个书店。找书店即摆有一个书店足厉害，叫做找台语。
找台语找台语要安怎找？你共款哦，去问 Google， 嘿，对，你找，就拍找台语，找台语，找哦，这是华语啦，毋过你用这你就找着啊。找台语，头一个就是找台语的书店，嘿，对。你会使选伊下骹遐有对应华文哦。你一开始大家应该拢做台语，毋知安怎拍安怎讲，所以你会使对应华文遐输入你要找的即个华语的意思。譬如讲，讲是苹果，好，哦，有啦，苹果若是看到白话字看无，敢会使用即个找台语？嘛会使，顶悬第一段遐，你的迄个白话字写法啦，你是声调是写数字的，你就是找迄个数字输入遮。所以我若想要拍一个苹果，我就苹是第7条吼，苹果第2条，安尼找，哦，搁有吼，安尼就苹果。苹果，毋知阿勇你讲有啥物学习的方式？其实我有一寡朋友甲我讲过，迄个因若看无的白话字，因就直接用即个手机的输入法，直接照着迄个看到的白话字甲你输入，安尼。因为迄个拍台语迄个输入法，毋是看到迄个汉字，所以因就是安尼一边看一边拍，甲你拍，安尼嘛是有练习的。安尼佮学着拍字，佮知影迄个意思。嘿，安尼袂歹，安尼袂歹。上尾想要互大家一个功课，就是download迄个输入法了后，毋管是电脑、手机拢好，你去我的 YouTube 台，即个影片下改编，甲我留话，拍白话字留话，爱拍啥物？甲大家拍招好嘛，会使拍你好，大家好拢会使啊。好，毋管 YouTube 好面册好，都是大家即影片的功课吼。感谢大家来收看用台语，你若感觉我 YouTube 台袂歹，也是对你有帮助，请甲我斗3工之后，就是爱记得起赞、订阅、搁迄个铃仔哦。感谢努力。其实我感觉叫用伊算较紧，家拍讲有较紧。